新闻先来看，今仔开始寒流有淡薄仔减弱，气象署表示讲，雪来阁有一阵冷高压落南，虽然强度无顶一阵的寒流遐尼强，也毋过温度共款拢正低。爱等到后礼拜一冷高压离开，天气才会较烧热。今仔台湾平地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石门，阁有桃园的杨梅，只有8.5度。日东上强寒流自5摆时开始小可减弱，啊，毋过各地透早气温依然正寒。本岛平地上气温出现伫新北石门甲桃园杨梅，拢是8.5度。即时开始气温豆豆回，啊，毋过气象署表示，后边也有一波冷高压落南。虽然强度无顶一波的寒流强，啊，毋过气温回升的幅度有限，要等到下礼拜日至9，冷高压远离了后，才会明显回暖。未来每天回升1到2度，1到2度左右。北部地区因为是冷空气影响最北边的地方，所以它高温并没有回升的这么明显。即便到周日之前，它的高温可能都还是在16到18度而已，低温还是在14度附近。这一波寒流气温向降低，全台急冻。根据消防署统计，全台到即马已经超过100人送医，53人死亡。内政部也伫面册粉砖发文提醒，保命2个原则：第一是保持室内温度；第二是起床的时阵倒伫眠床10分钟左右，等身体适应温度，搁穿衫起床，避免滑倒或者是醒公死。尤其是老大人甲3个慢性病患者。如果你突然起身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这个姿势型低血压或是脑循环不足而造成头晕、眩晕，那一旦站起来的时候，可能站不稳。有可能会跌倒而发生意外。医师提醒，老大人若是要运动，会较晚起来，佮一定要做好头颔骨的保暖，加啉我拉轮小滚水。另外，3个的患者要定时量血压，若出现胸坎啊杂杂、胸坎啊痛、心脏泡泡菜这危险的症头的时阵，都要赶紧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